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咧，見到最出有家家有福啊，入邊啊自有心得啊，中檔走喎，就係自有心得啦。後嘅馬勇者無敵啦，運來五寶攞出去，掟大外當中紅衣醒目馬林中間係不勞而獲㗎。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家家有福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但係旺旺家居咁啊慢慢已經拍上嚟追佢啦。咁啊緊隨其後嘅馬星火燎原亦都追緊上嚟，後多層出邊追嘅馬咧，仲有紅衣醒目，中間不勞而獲，大外當係飛雲嚟㗎，最後百零米旺旺家居佔先，星火燎原開始要過佢啦，後邊嘅馬仲有紅衣醒目接近終點，星火燎原贏啊！第二名旺旺家居，第三名紅衣醒目，第四名埋邊係家家有福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星火燎原咁啊到接二連三，其實都唔止啊，成埋都夠㗎啦，3乘4全部都有獎金咁滯。今場賽事再喺泥地1000米贏馬，咁啊終點前將旺旺家居趕過，外邊紅衣醒目第3，第4名放頭家家有福。換人都唔緊要啊！